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继续来讲 COVID-19 这个疫情，咱看到讲今日新增加本土3例另外1例这个华航技术感染源也要搁咧调查当中。咱讲华航这个案自安尼3、4礼拜以来已经增加到这个35个人来确诊了。咱看指挥中心看这个唔是细啦因为看到这个疫情又搁弹开，所以启动咱讲华航清零计划2.0啦这为什么遐尔重要？咱讲这个技术也好，也是讲康复人员等于出机了后、出境不了后，都要转来咱讲做检疫14天这对华航来讲，可能会影响整个这个派飞但是对全台湾社区的这个风险可能会降低啦另外，咱嘛看讲希望透过这款的这做法会当落实到检疫这款这个方式，唔是过去3天、5天，即阵是14天啦另外，咱讲到全球疫情上严重的这个所在，犹原是印度啦咱看因过日超过是4000人，因为这个病来致死啦另外，新增加确诊的这个人数逐天拢是超过40万这个首都这个部分延长封锁到5月17另外，咱看到讲，因为疫情伫咧印度拖了真累啦咱看到咱的这个印度的外管人员目前已经是8人来确诊，咱看到2个人这个已经重病啦咱看到已经坐这个专机转来到台湾但是咱讲对外交这个部分，因为咱过去有关一寡这个医疗这个器材亲像这个散手的这个机器，所以暂时也是搁要维持这个咱伫咧外管的这个运作无要关这个印度这个咱的这个代表处啦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华航这回因为拖了较严重，因的这个技术拢咧检疫，本地要派包机互因转来到台湾，即阵咱看到，因为安尼包机来做取消啦外交部嘛望伫咧印度的这个国人透过这个专机会当来到东京专机转来。这个咱台湾遮啦所以咱看到讲，今仔日这个华航这个案例，印度的这个案例，尤其咱要甲这个过去咱的防疫好成果，咱讲继续维持落去，是毋是参加到 WHA 嘛是真重要。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邀请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彦宏。主持人，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邀请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营务理事长蔡明宪。主持人大家观众，大家平安，大家好。是透过连线，咱嘛要连线明美台商会长詹小丽。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啦先带大家来看讲这回咱讲华航这回事件已经拖了3、4礼拜咱看到讲这个疫情有当时看伊本土零确诊大家欢喜一下，但是今仔日这个4例又搁是这个传播链，尤其咱看到讲迄当阵集中检疫的这个时阵，咱讲筛这个把水这个运将嘛，治疗病先听主管安怎讲。总有15例的新增案例，那11例是境外移入，那3例本土，那1例感染源调查中，那1186这是。应该就是本国籍40多岁的男性他是我们诺福特的员工他接驳车的司机，那没有出国史，那4月23到28日曾分别接送过案1128及案1129，那案1187为本国籍40多岁的男性，为某华航的航空公司的机师。那5月2日曾与1183搭乘同一部车到公司，那感染源在调查中不过相对现在还是比较怀疑是1183的接触者。那按1187可传染期间直到公共场所的活动时，大概是5月3号6点半到8点在台北福华饭店7贤坝，那5月4号6点半到7点半在县老满南港店。那按1199及按1200为40多岁的女性及10多岁的女性，这是按1105的同住家人。是啦，可能要停飞14天，才会当阻挡这个华航内部这个稳定的传播链继续来传开。先来看这个指挥官伊安怎讲这个华航机组人员清零计划2.0这个前冲
这个前创什么，比如讲技术啦，伊开这个飞行机，这个人专属，拢爱甲因调登来做检疫啦吼，这影响着差不多100多名这个技术人员，这个后舱的这个机组人员啊，是要派回吼，这个过去有长途航班的吼，还是讲接触到风险组的这个机组员，共款嘛是检疫14天吼，啊相关人员入去到社区吼，嘛是共款检疫14天。基本吼，你着采检爱阴性吼，风险组甲安全组袂当让你飞先来请教副议长啦吼。安尼做法吼，真正即个州官嘛讲着，进前1点控的时阵，本地想讲哦，可能控制会掉，但是咱看到讲本土0的时阵真欢喜，但是今日佫甚至讲也说了4例啦吼，尤其一个咱讲是即个吼传播链内底是一个吼稳降啦吼，啊其实咱讲即个稳定的传播链伫华航遐即个歹受煞，即阵再来2点控啦吼。我想吼，咱即个华航甲即个诺富特即个案件，应该是讲为4月20开始嘛，吼，4月20，咱到今仔日已经超20天的时间。啊，大家唔知有注意到无吼？就是讲即边即马即个华航甲即个诺富特即个案来讲吼，因为即马用这个基因去定序吼，看起来拢是英国的这变种病毒嘛吼。啊，大家应该有注意到讲即边吼，你看即个技师在厝的吼，若是大最近的吼。拢对，8个家庭拢会传染互吼，伊家己的太太啊，甲因的查某吼，因的囝吼儿子女儿。是。啊，像吼，咱即个在诺富特上班吼，迄个1129吼，迄个防务的迄个女主管，伊嘛是传互因后生吼，啊，甲因先生等等。所以就是讲，即边咱面对的即个英国变种病毒的即个传播能力吼，从即边咱即个华航诺富特事件就来看出来吼。伊甲去年的状况是完全无共啊，就是讲伊的传播的能力提高啊嘛，啊提高的情况之下，佮加上即马这机师在诺富特内面啊，甲这个员工内面交错，所以再产生即马一连串的即马后续这到今仔日你看迄个赛车迄个接驳车的司机嘛，佮互较紧嘛吼，所以我想讲，即马指挥中心为什么必须要采取这个行动，就是讲。以咱进行对技师的这个管理，就是讲，转来了后3天，吼，居检3天了后，那采阴了后，啊，就会使放松，变成一般自主健康管理嘛。但是看起来即马这个状况，好像就是讲3天的时间吼，似乎就是讲可能伤短啊。伤短的原因就是变做讲，伊3天可能验的时阵佫是阴性，但是有可能到第4天、第5天的时阵，伊的病毒量再用发现出来嘛吼。所以你也可以注意到讲。包括最近的一个 case 内面，就是讲今日这个1187这个1187这个，就是甲11883这个 case 有2个坐同一台接驳车哦。是。安尼状况，你看嘛是有可能安尼都会叫念着。啊，1183甲1153这2个只是讲在迄个吼，在模拟器的这个教室内面吼啊，一个暗时吼啊安尼长时间的相处啊，但是也是密闭空间啊，都互念着啊。所以看起来咱即摆。面对的即马即个英国变种病毒，即马即个案内面，确实伊的即个吼，伊传播能力提高，所以指挥中心会做即个代志，就是讲希望讲彻底吼，要甲华航的这整个 program 爱先啊清互零，安尼咱才有法度重新 restart 就对啊，啊，所以讲 restart 的过程，当然就是爱每一人拢14天，因为咱的标准就14+7嘛，吼，就是讲14天啊，先甲居检起来的时阵，啊，居检若14天过关的人，咱就甲放喺安全组。啊，安全组去派飞的时阵，就甲这还未居检过的人，袂使混合派飞。这就是讲，伊头拄今日在宣布的内面的重点，就是讲有这个清洁哦，已经好被居检组啊，甲这个吼，这个安全风险组甲安全组这2个吼，袂使混飞。这就是卖个2个黏来黏去嘛吼。所以我即摆就是要甲大家讲，这就是讲，我常常咧讲吼，咱这防疫就是。防疫经济甲生活，防疫经济甲生活，这要取一个平衡点。啊，我相信指挥中心下这个决定实在是足不得已。想讲，伊咱希望讲，咱的这个华航的技术，伊这是咱台湾的经济的命脉，咱的晶圆啊，咱的足侪咱的这个要出口的物件，拢爱透过这个华航的这个飞轮机才飞出去嘛。啊，即摆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到咱的这个运能嘛。吼，所以有个啊，但是无法度，因为咱即摆就是讲，咱台湾的这个医防社，咱才做。啊，无1%嘛，啊，大家社区即马都是无互这个病毒感染到的情况，所以指挥中心一定爱把这个边境啊修得好，安尼来避免病毒呢，万一进入到咱的社区，一发不可收拾啦。所以我感觉这个动作是咧防疫甲经济生活，这足困难的决定内面，
所决定的一个代志。是啦吼，嘛莫讲吼，这个因为这个技术安尼吼，一直这个拖落去，咱讲吼，互技术加成这个放盘落去，所以这个清零计划是有必要吼。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吼，这个清零计划吼爱加严吼，因为这个做法也有3项做来看。华航诺富特饭店伫今年2月，就互民众投诉有检疫甲国旅男做伙大状况。3月份，民航局发函诺富特，要求依照防疫计划收治有关人员。4月，诺富特饭店回函民航局表示，拢有按照相关规定。不过随后就发生一连串确诊感染，立委更加压出。诺富特虽然表示一馆的7楼8楼是组员所辖，不过其实转来的机组员若伤济，就会住入其他楼。华航的机组人员回来都住哪一楼？7楼是空服组员跟机组员，那8楼有分。那只有住这2层楼，其他楼层没有住吗？目前的调查是这样。你有调查吗？这是根据地调说明的结果。他可能4楼、5楼、6楼。他有时候会客满，他也会安排住到其他楼层。交通部讲，诺富特饭店管理出问题，即马是中央电风同齐来补破网。目前诺富特因为伫非防疫旅馆，互机组员检疫，方案治罚款拢总126万6千块之外，另外影响国旅违反观光条例，将罚15万。不过外口风声，饭店已经通知员工5月17，也就是7天了后就要复工。谁同意的？没有一定的时间，就是要我们没有一定的时间，你们已经通知员工17要恢复上班啊，不是吗？但是还是要通过我们的检查之后才会恢复营业的。入去这期诺富特事件，凸显中央电风伫防疫旅馆管理有严重问题。另外，对于机组员的内外管理也有检讨的必要。交通委员会再去提案要求，全面检视防疫旅馆政策，建议只补助完全作为防疫的防疫旅馆，而且爱公开全国所有防疫旅馆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现在不管是这个华航还是 Novotel 吼，这个防疫旅馆吼，拢出着真大的问题。过去咱嘛有讲到吼，这个技术就是无共的机队，哪会位伫咧这共一个这个所在，就是防疫旅馆尾下才查出来吼。啊，即阵这个管理上，甲这个机组人员这个部分吼，佫会当安怎去做加强？过来请教研究员。因为咱根据这英国变种病毒吼，就是包含副院长咧讲吼，即马因为感染力变强，也传播能力嘛变强。是。当然，咱最近嘛来讲，美国的 CDC 有来讲，伊的传播能力吼，即马是超6英尺，在15分钟内底6英尺就在传出去。所以呢，即马来看吼，我即马感觉就是除了袂使分安全组甲危险组爱分开了吼，伊的动线其实咱爱特别爱注意。是，这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当然已经加强变14天的加减的时间吼。是，但是我爱看是讲，但是不管你是14天还是几天吼，目前是感觉你若是感觉有淡薄疑虑，我是感觉这个疑虑来讲吼，至少你若不管你第14天开始，因为咱普通人就是14天了，可以爱个自主管理哦，所以个7天在厝的哦。我是希望讲这7天其实爱加入去啦，因为咱即摆就歹讲的，病毒这部分。伤少的时阵，咱测袂到，但是可能在14天伊期满的时阵，伊病毒了提悬啦。OK， 所以我希望讲吼，再个加强的教育啦，就是教育的方法，就讲另外7天哦，若是伊无派费的情形下。是不是爱个维持这所谓的自主管理，另外7天？这是我的建议啦。是，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机组人员真正吼是咱这个经济吼真重要一个所在，但是这回真正高不二三种，爱安尼做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技术伊嘛真艰苦，但是吼一定爱安尼做落去。咱讲吼华航这个案，莫搁拖到吼其他的这个机组人员，也是讲其他的这个吼。技术啦，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技术互相会伫遐接触的这个部分是真事上的这个代志，但是因为这个防疫的这个时间、防疫的这个期间非常时期啦吼，咱嘛望吼，大家拢做较好势啦吼。咱嘛讲到，因为这个华航技术较欠吼，技术亲像咱讲的这个华航吼要包机吼，从印度遮吼嘛出一寡这个问题啦吼。即阵咱要搁连线吼，这个这个印度明白这个会长啦吼，咱继续来讲到印度啦吼，受到这个经济的部分安怎来
来去处理啦吼。有人讲吼，这个印度吼，这回疫情吼，逐工安尼40万安尼治着病啦吼。但是伊其他的这个经济，也佫有咧发展，也是讲兴的这个所在伫倒啊？什么这个经济吼，伫这个受到疫情影响上大咧？有的是继续咧发展啊，但是有的是吼，去用安尼看起来是哪帮半，继续请教会长。OK。即摆呢，大家看，因为疫情嘛是感觉讲伊是有严重，所以讲伊经济影响嘛是有啦，主要是伫咧出口这方面。啊，毋过伊国内的情形是有无共款的呢，亲像讲买穿的衫、水衫，啊，佮有迄种奢侈用品，啊，佮有伊款的生意是较歹啦。啊，毋过伊有嘛真济生意嘛是属过，就讲伊的电子的产品啊，所以笔记型电脑啊，还有线上游戏这款的，伊生意是真的是强稳的呢。亲像台商嘛是讲，伊去年的成长，跟去年成长是80%的生意，伊比疫情更加好真济安尼。是，咱感谢会长吼，甲咱做遮尔济这个说明啦吼。感谢会长，咱继续来看吼这张图啦吼。咱看到讲这个印度疫情吼，这个烧袂停啦吼。本地咱讲吼，这个台商可能伫遮有这个台籍员工来确诊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可能这个确诊有受影响，但是头拄啊这个会长的这个讲法讲其实吼，亲像这个电子类的这个部分吼，拢是还佫强滚的吼。只是讲大家吼会惊遐讲这个疫情炭烧啦，会影响到其他吼，可能这个代工也是供应链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发展吼，恐惊会冲击到 iPhone 的这个出货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出口的这个部分吼，可能嘛是这个邻国啦吼，伫遮吼这个尼泊吼这个部分吼，过去3礼拜这个病例嘛是增加啦吼，5月初6嘛要通报新增加这个9223站的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吼，航运的这个部分嘛是真济吼，邮轮吼是印度的这个船员吼，影响到这个来自吼这个介绍，是讲吼过去这个纺织业，还是讲这个钢铁等等遮的这个部分，拢会去受到影响哈。虽然头拄这个会长讲的是有一寡吼产业是无受到影响，但是咧过去嘛讲到，亲像讲这个药啊这个部分航命药啊，还是讲疫苗这个生产，可能咱等下好好来个讨论哈。所以咱要来看讲因为这回这个疫情炭烧，咱讲注意风险吼，即阵开放甲这个第8类吼，咱来看讲今日注意风险大概是啥物状况？右手靠你叮当哦，好，来打右手。这个集会人甲护理人员讲，注射爱注正手。即卖疫情加悬，为着确保集会人的健康，全台湾330间医疗机构为初十开始开放65岁以上的民众公费注 AZ 疫苗。亲像新北的阿东病院，透早都有20外个老大人要来注疫苗。我担心咱老人吼身体较歹，所以怕靠预防嘛，对大家好，对自己好，对不对？安全嘛，人家都不怕，你有打了，人家比较不怕。家里住这附近呢。方便，我早上5点就来了。大部分的集会人拢认为讲，注疫苗是伫咧保护家己，嘛是保护别人。为着增加集会人注疫苗的意愿，病院除了接受网络注文以外，嘛伫咧2楼用大海报宣传的方式，后来门诊的集会人知影会当免费注疫苗的信息了后，就会当随伫咧2楼的注射中心现场挂号来注。我们为了要方便65岁以上的长者能够很方便的取得疫苗的接种，所以我们的规划是利用在门诊区的地方能够扩大服务，让长者可以不用预约，甚至可以随到随接受疫苗接种的方式，增加他们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扩大接种的范围。这回公费注 AZ 疫苗，也有开放军人、甲国安单位、军事机关的门诊人员。政府希望透过扩大注疫苗的方式，保障民众的健康，避免受到新冠病毒的侵害。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到吼，这个预防针这个部分因为华航这个案吼，大家吼要去注预防针、注疫苗吼，这个意愿是提升啦吼。即阵开放到第8类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5月初10开始吼 ，AZ 的疫苗吼开放至第8类吼，这个注预防针这对象，咱讲军事人员差不多20.8万吼，这第8类吼，这65岁以上的这个吼老大人、四大人348.5万，但是吼开放这尔济，咱的预防针够唔够？咱继续请教。这个理事长吼，咱看到讲国际吼，咧甲咱打过去，但市长嘛有甲咱讲吼，疫苗无爱互咱啦吼，透过等等的主动吼部分是中共的这个
傲娇啦吼，咱过去拢看会到。啊，即阵咱讲吼，先来讲即个部分，等下再讲 WHO 因的傲娇啦吼。咱来看讲吼，即个预防射即个部分，你吼应该是会当来去做啊啦吼，啊做未？我也未，我想大概即几工啊吼，我伫台中会找时间吼，去病院做即个预防射，我已经超过70岁啊吼。是。但是咱讲到吼，这个预防射，安尼算起来哪有够咧？20.8万348.5万的人会当去做咱的预防射疫苗，即阵才31万剂啦吼。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压力，你有听到风声无？我有听到吼，不过我相信对两位吼这个专家学者你讲吼，我相信这个疫苗呢，我想包括毋是干那美国吼、英国欧盟，包括台湾吼，卫福部你讲大概台湾吼，有几间吼，这个疫苗你发展的情形，应该伫美国来的几个月内底有一寡效果吼。是。所以呢，会当国内来当生产，个透过美国、透过即欧洲、英国的即我相信呢，卫福部呢，一定会互大家有迄个机会吼。更较侪人来做预防射。是，咱讲到遮啦吼，如果请教这个副议长，咱头拄仔讲，因为华航这个案吼，要做预防射的人比过去多真多啦吼。即阵听讲一工会当开6罐，吼，6罐是啥物款的这个意思咧？哦，我想吼，就是讲，因为咱即马5月底吼，就是讲有超过20万剂要到期啊嘛吼。但是我进前有算过啦吼，因为咱进前一工吼，大概拢差不多做吼3000剂左右，3000左右啦吼，3000。但是我顶礼拜就算吼，就是讲咱到5月底进前，若要甲这20万拢甲用好完吼，一工上无爱做8000到1万剂，才有法度吼确定这就是讲5月底进前甲用好完，卖浪费嘛。这疫苗足珍贵、足珍贵的嘛，全世界足侪人要自我嘛，对不对？所以我感觉这边就是讲咱这个指挥中心吼，今日开放这个第7类甲第8类真好的代志。为什么？第一就是讲。伊即边这第8类就是65岁以上的人嘛，根据这个韩国的因的这个350万人做过这预防射，尤其是 AZ 的，因发现讲吼，哇，这 AZ 疫苗吼对这个60岁以上的人效果真好，是，而且副作用嘛较少。咱即摆会使确定的就是讲 AZ 这个预防射是对咱40岁以上、40岁以下、40岁以下的少年人甲少年的查某囡仔，可能会出现很罕见的这个CVST 的这个严重的副作用嘛，但是对60岁以上的人效果就好的。所以我感觉即马吼，因为咱即马一工就是讲，就算是一工做1万剂、到5月底会使把这疫苗拢用好完。所以我是真欢喜讲，即马看到讲哦。这2天开始，大家拢走出来开始咧做预防射，像阮病院吼，就是讲进前未开放65岁以前吼，未有这个诺富特的群聚事件进前吼，伊甲我报告讲，一天差不多是开2罐，差不多做20个人尔啦，都大家要来做啊，吼，第1类到第5类都无人要来做啊，吼，预防射你大家都要来做，即马吼，因甲讲为今仔日开始吼，敢若对讲一天拢差不多60个开6罐，拢会使做好完，而且吼看起来阁有人要来做，我甲因讲，若有人要来预约，咱一定要开放，就是讲第7罐、第8罐，反正就是甲咱的上限量搁提悬，就是希望讲咱全国的这吼有100几间会使做这预防射医疗机构，咱努力在5月底进行，甲这20万剂拢甲做好完，做好完了后，大家讲完了，是毋是讲之后无第2剂会使来？我感觉大家免烦恼啦吼，因为你嘛知影讲做完了后，咱只要间隔。8礼拜到12礼拜嘛，所以我相信2个月内，咱的指挥中心应该是会使搁摕到 AZ 的疫苗啦。所以我感觉大家莫惊吓这个代志，若会使做的人，较尽快做，这较重要。是啦吼，若是讲吼，即阵要注文的嘛，当快去注文啊，较紧去注文。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指挥中心可能嘛会陆陆续续继续吼，亲像这个 AZ 的这个预防射疫苗这个部分，会陆陆续续搁进来吼台湾吼。但是咱嘛讲到吼 ，AZ 的这个预防射吼60岁吼保护力真好啦吼，40岁以下爱搁来加。评估一个吼，今日咱开放是65岁以上来去做啦吼。咱嘛讲到吼，这个 AZ 吼，第1射、第2射爱做，即阵有人咧讨论这个第3射因应着变种的这个病毒，咱等下讲到这个印度的变种病毒，先请教这个研究员吼，变种的病毒为什么遐尔恐怖？即阵讲第3剂做落去，可能就会当对抗吼，这研究敢是正确的咧 ？OK， 即摆先来讲吼，先来这先追溯到进前的英国变种病毒吼。英国变种病毒
有一个叫做501啦吼，这个所在吼，氨基酸的所在是印突变的所在啦。啊501啊，再来变到印度的这个617吼，就加2位，一个叫484，484，是，一个叫452，这2位吼，佮变种。啊，即摆研究发现哦，484这个位吼，会互你本来有产生的抗体吼，本来的效果，因为你突变了了，484的突变了，就变做你抗体力就无够啊。好，这是一个452，这个452这个位吼，因若突变了吼，伊会传播，伊会甲咱的所谓的接受体的结合力会变强60倍，60%。所以呢，会变做讲，你若咧拍的时阵吼。抗体生产的时间无够紧的时阵，你的疫苗效力就降低。OK， 好，你若安尼咧想法吼，即马就爱指挥中心就爱赶紧趁即马所谓的印度的变种病毒还未进来台湾，爱紧拍。OK， 啊，若紧拍了后，因为我讲虽然伊有降低，但是若你若评估第2剂拍了，那你若有资源的用效有够的时阵。咱的以前会检查嘛，检查你的一个防疫的状况嘛，是不是在调整，较拍第3剂 ？OK。听讲即马，因为即马英国牛津大学有发现讲，你若拍到第3剂吼，包含全年龄层吼，不管是40岁还是65岁，拢会到90%。OK。嘿，即马发现，但是目前即马伊个咧研究的是讲，对于印度的变种病毒是不是有效？伊初步的研究是到90%，是，但是伊也未做所谓人体试验，迄是对咧实验室做的。哦，所以因即马有开始要启动做人体试验的时阵，拍落去拍第3剂了，要以2万人做研究，是毋是会使甲防护力从85%开始到90%以上？搁提悬，嘿，即摆研究的进度是安尼。是啦吼，咱就看到讲吼，这个第3剂这个吼观察嘛是爱观察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因为这个回印度吼这个案例啦吼，咱讲啊超过40万人啊，这个速度来去增加啦吼，啊确诊人数5月初到进前已经突破掉。差不多2230万人吼，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咱台湾这个人口吼，真恐怖啦吼。啊，总死亡的这个人数24.2万吼，估计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专家们表示讲吼，这个数字吼真正乌数，也阁真侪啦吼。啊，印度国防部嘛宣布讲吼，要请讲过去退役的这个军医啦吼，啊，说服讲吼其他的这个现役的这个军医，要提供着线上的这个诊疗的这个方式啦吼，嘛要压制着这个疫情继续来失控啦吼。印度医学这个专家嘛呼吁讲实施着全境的这个封锁。头拄仔咱讲吼，这个第1剂、第2剂、第3剂，即阵就是要控制着讲吼，看这个印度这个变种病毒会当卖拖入来咱台湾无？但是咱头拄嘛讲过，咱吼这个包机的这个方案是讲国人伫咧转机吼，自这个东京登来到台湾，还是讲吼这个外管的这个人员等等遮陆陆续续，可能这个病毒嘛对着即款的这个吼，咱讲包机还是讲转机即回这个方式。入来到台湾，大家都爱非常的注意，所以即阵嘛是爱有疫苗都开动起来做啦吼。咱继续过来看一下印度吼上新的这个状况。印度新冠疫情失去控制，台湾驻印度代表处的人员小连续去画掉。不过，即马说团组原本安排伫个5月底包机煞讲袂成啊。早起交通部长王国在伫个立法院表示，主要是因为华航300多个技师当伫个居家检疫，所以无法度完成任务。现在它的影响大概有300多个。那我们觉得，因为最近有相关的疫情所以我知道他们现在对于比较长程的这些航班做一些这个减班的一些动作，所以目前应该是由日本航空公司就一般的它的这个飞机，然后飞到日本再转到台湾。新冠疫情持续伫全球咧滚价，美国疾管中心甲新冠病毒感染的管道为密切接触，毋是空气传播的讲法，修改做新冠病毒，嘛会调伫比烂手搁较轻的气溶价顶悬。就算伫室内，甲带原者保持差不多1.8公尺的社交距离，也是有可能会去划掉。因为大粒的烂手去互人体喷出来了后，会伫几啊秒钟至几啊分钟的时间彻底。不过，若是微型的烂手所形成的气溶价，因为真细粒，会当伫空气当中飘来飘去几啊分钟，甚至是几啊点钟的时间。小的飞沫传染在很多疾病都是会存在的，新冠肺炎也是会存在。所以目前的建议就是，第一个2个都一定要戴口罩。尽量减少飞沫，可是这个并不能100%阻止这个飞沫。我们会斟酌这一些报告跟这些数据的来看看
交由这一个专家来做讨论。医师表示，虽然挂喙암对烂手的传播有预防的效果，不过气溶胶的传播，这个距离会比烂手搁较远。也若目睭嘛有可能会去接触到有病毒的气溶胶，或染病风险也悬。建议民众除了甲个人的防疫措施做好，避免长时间伫咧密闭空间内底。针对室内活动，是会当透过加强空调通风换气的频率，避免病毒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是透过连线继续来关心到这个印度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台商洪派武你好。你好。是啦咱讲到这个印度头拄咱有讲到这个变种病毒英国病毒佫变过变做是咱讲印度上新的这个 B1.617.2啦咱看到讲头拄阮连线这个明美会长詹小丽，伊讲可能有一寡这个经济部分受惠啦电子的遮也佫是真兴，但是一般来讲咱看到这个带病人。一日是这个40万这个经济可能嘛无介有关讲全面的好啦你是做这个旅游业的，你受到什么款的这影响？你头拄嘛有讲到啦可能这个社区的这个部分，你安怎去看咧？先甲这个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即马经济活动，比方讲所有的商店，伊拢袂当开，所以一般人民的经济来讲，就是受足大影响的。那搁有因为有的人是做进出口贸易，所以呢，伫外界看到咱新闻，看到印度遮严重，所以因可能若有投资的意愿，伊可能嘛会先暂停。所以呢，本来有咧进行的一寡案子，可能因此然后就先延后还是暂停，所以对于经济的收入来讲嘛是有足大影响。阮大的这社区呢，阮这个社区是算德里周边较新的社区，所以住户差不多有几千人。那本来2礼拜进前呢，确诊人数，光这个社区内底都300多人确诊。不过这2天看完他每天都有一个下降的状况，基本上差不多180几个人确诊。以阮大这附近的区域来讲呢，是伊的疫情为数字来看是有较下降。差不多顶礼拜开始伫阮社区有一个群组，大家人拢会问讲，倒位有氧气瓶，倒位病医有床位使用。不过到这个礼拜其实要问的人有较少啊，所以伫咧德里这附近的医疗资源看起来有较舒缓。不过呢，即摆疫情总人数看起来嘛是足侪，因为比方讲伫咧南印度几个省份。就是进前有选举的迄几个省份，伊即摆确诊人数是一直飙升的状况安尼。是，拢继续有咧欠管嘛看到讲有一寡这个所在已经较放宽这个针对着疫情的这部分。听讲你拢唔敢出去啦真正的，这个有人去抢这个散数的这个机器。是，尽量都是卖出去。是啦因为咱看到讲咱台湾人的这个面相因为咱讲印度对一寡中国病毒这款的这个讲法，可能因嘛是真正甲咱认为咱是这个中国人，咱安怎去避免，咱爱去做啥物代志咧？因为一开始因看袂出来讲，阮这个长相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所以一路拢会看到阮就是讲阮就是中国人。看到阮的情况下就是讲，伊会感觉病毒就是为中国来的，所以对中国若是我们这种面容看起来较不友善。所以较无友善的这状况之下，你的衫都要穿台湾的这个字安尼哦。所以阮有扎一寡顶头印台湾的标志、台湾的国旗的贴纸，搭一个，比如讲阮的笔电顶头，阮也摕出去外口用。还是讲，阮有带一寡顶头有写台湾的帽仔，阮若出去的时阵，就戴这个帽仔，互人看讲，阮是台湾来的。因为疫情开始今年，台湾的声量伫咧印度有愈来愈侪人会听到，所以呢，印度人若听到讲，你是台湾来，普遍来讲拢对阮会较友善。
是啦，咱看顶礼拜咱才捐这个差不多150台哈，还有这100万的这个防疫这个物资啦吼，150台是这个咱讲善数的这个机器吼，嘛看到讲吼，印度即阵对台湾人较好感吼，但是真正这个自面厂来看，因袂当分啦吼，这个分差不多袂出来啦吼，所以恁必须安尼做。咱嘛看到讲国际上啦吼，即阵咱嘛有讲吼，过去台湾的这个防疫也算做了袂歹，虽然有这个花行还是讲玻璃通病院这款的案件，但是整体来讲，咱的这案例数也是少的啦吼，所以咱继续要先带观众朋友过来看讲啊，这回因为受到疫情的这个关系，过去迄当吼，咱真正这个防疫做得袂歹，所以国际上无论是美国也好，即阵也看到讲欧洲吼，连这个法国嘛，这个吼，这个议会内底啦吼，国会内底拢用这304票比0的这个方式支持咱爱去做一寡国际参与，尤其是 WHO 啦吼，先做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7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联合公布，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O 了后，7国再发表声明，标题是恢复台湾在 WHO 适当地位，并且强调无排除台湾参加会议的合理的理由。美国呼吁世卫秘书长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O， 亲像往年同款，对中国政府提出异议进前。布林肯强调，全球的卫生甲全球的卫生安全挑战，无关国家也是政治的争端。台湾在解决这议题顶面，应提供宝贵的贡献甲经验。日同一天，伊也在联合国安理会视讯会议发表谈话，强调美国重回多边主义路线，人权甲尊严是国际特殊的核心。Well, good morning. Some argue that what governments do within their own borders is their own business, because our nations agreed there are certain rights to which every person, everywhere, is entitled. Asserting domestic jurisdiction doesn't give any state a blank check to enslave, torture, disappear, ethnically cleanse their people, or violate their human rights in any other way. 对着布林肯公开声明，强调台湾是可靠的合作伙伴，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台湾会继续努力。我们可以知道，在蔡总统领导下，台湾的努力渐渐被世界看见并肯定，同时也越来越多的国家，主要的大国纷纷为台湾发声相挺，台湾得道多助，大家继续努力。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在出席活动时，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达感谢之意。外交部指出，美国本年对咱国国际参与的支持的力量比以往更加大。除了国务卿，美国国会也多摆公开支持台湾参加本年的 WHO， 充分发挥协调各国为咱国来发声的带头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过去一当这个防疫这个好成果啦吼，真正吼，这个外国人拢看在眼内吼。除了这个美国吼，咱即阵看到讲过去咱想讲吼，这个欧洲的这个部分可能是较轻重的这部分，但是因为这回这个疫情，也是讲吼一寡吼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咱防疫当做到台湾 can help 这个部分啊，所以伊嘛豆豆咧解决。尤其咱先看到讲吼，除了这个布林肯以外，先来看到这个吼，史上头一个伫咧法国的这个国会内底啦吼，参议院内底吼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这个案件啦吼，304票赞成吼，0票反对。继续，咱过来请教这个理事长吼，这代表是啥物这个意义咧？过去讲亲中的这个法国，也是讲吼咱讲到欧洲的这个部分，咱会当望讲。买手吼，这个不管是有去参加 WHO 也无啦吼，尤其咱讲吼，这个12点申请就要过去啊。但是这代表什么意义？后摆欧洲敢会亲像咱讲华语的骨牌安尼吼，小人煞开始倒呀。这边呢，台湾要参加 WHO 世界卫生大会的机会吼，我想是差不多过去10年来吼，台湾要参加。WHO 上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呢，过去5年呢，对2015年甲2019年的连续5年吼，我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我拢当年拢有差不多20-30个、30-40个，这少年人，阮做伙去陪伴这个外交部甲卫福部吼，阮伫遐为台湾要加入 WHO 吼 WHO 大会吼，阮伫遐伫努力，我家己嘛有去大会内底去旁听吼，看因安尼。为了台湾的这个议题吼，伫遐咧讨论。今年特别好的原因吼，我想是对去年开始疫情吼，武汉疫情，中国无爱讲从武汉，但是我就是爱讲啊，吼这就是事实。过去大家拢讲这是武汉疫情，吼当然即摆 COVID-19 嘛是无要紧啦，吼。较重要是讲
咱台湾过去这几年来，咱也袂当受邀请。是安那台湾一个国家台湾的疫情做甲遮尔，公共卫生做甲遮尔好，是安那无法度受到 WHO 大会的邀请。是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反对嘛，中国反对。拄仔你主持人讲，法国的参议院顶礼拜304票支持台湾，无一个法国的参议员反对。世界这个医师联盟嘛，因顶礼拜开会嘛，对22票赞成台湾来加入 WHO， 敢若是1票中国的代表伊无赞成。是布林肯美国的国务卿伊嘛赞成，日本的国会议员加拿大、欧盟遐国家，德国、法国所有国家拢赞成，拢并盘必支持台湾。是即摆问题我甲当时间我就是讲，台湾要加入 WHO 世界卫生大会的方式，大概有几条路啦第一条路就是讲这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处发邀请函，像因过去拢邀请函予这个巴勒斯坦 ，OK， 这个和这个世界红十字会，因虽然唔是会员，总是因是邀请来参加 WHO 大会。是，这是一项咱今日甲即马拢也未受到 WHO 秘书处的邀请，甲阴暗12点，剩差不多无5、6点钟尔。但是迄个可能性无大，因为秘书长谭赛德秘书长呢，伊甲习近平关系太好了。我相信伊嘛摕中国足济这个是，但是有人讲伊最近可能搁爱改选啦可能伊对这个非洲票的这个影响力。所以因为安尼关系 ，WHO 的秘书处甲阴暗12点要互咱迄个邀请函的可能性无大啦，无大。第二项就是讲透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执委会，执委会，因拢35个国家，大部分拢是遮个遮个每一个地区拢有，甲咱35个国家，甲咱台湾有邦交，甲咱大概2个国家，圣免省甲帕劳、这帛琉，是种小国家，人口拢大概拢头120万尔，帛琉才到2万尔，所以因为安尼关系，咱伫这个执委会要讨论，因已经是2月讨论，4月嘛讨论啦，过来后礼拜。后礼拜正式24开会以前呢，因执委会搁开会，伊搁开会咱过去拢拜托咱这小邦交国伫咧执委会替咱讲话，但是因的声音因的分量不够，所以除非啦后礼拜就美国的代表、日本、加拿大、欧盟、法国、德国、英国的代表伫执委会内底替咱讲话，讲台湾一定爱受邀请。执委会因会投票，35个国家若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人讲支持台湾，应该是邀请。我想秘书长就会邀请台湾，这是可能性。是所以我希望讲美国来这几天呢，咱的外交部应该甲这美国、日本、加拿大、欧盟这国家因的伫 WHO 的代表呢，要开执委会前，让替人讲话，甚至要求表决。会过袂过咱毋知，若无表决根本就无机会。若有表决，若过半数，我是秘书长毋敢讲违背着这多数执委会的迄个决定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讲，伫大会迄一天啦今年是5月24要开大会，我过去拢参加大会，伊大会中间迄个主席啦主席拢会讲 OK， 台湾的议题有讨论，因执委会讲 OK， 大家2个叫 2 by 2， 就是叫2个支持台湾要加入WHO， 2个反对的，伫大会辩论了拢无表决啦。过去5党拢无表决，足可惜的。所以因为安尼关系我足希望讲外交部剩即几天，正式甲咱的邦交国也好，还是讲咱甲美国、日本、欧盟这国家的代表，甲因讲，你敢会当执委会内底？会当来提议讲要表决台湾，要台湾加入 WHO。过来就想伫大会开会一天，莫讲2 by 2，会当互大家拢会当大家，因为2007年台湾有正式
阿扁啊总统下配合 WHO 的秘书长，讲台湾要加入，啊，所以因变做一个议的大会是来表决啦。二控抗战有表决台湾摕到39票，啊，同100通票无赞成台湾是邀请。总是我想啦，今年的5月24日，个大家讨论了以后要表决，我相信呢，台湾有可能摕过半数。是。因为这个疫情防疫好表现，疫情防疫台湾做得太好了。是，好啊，包括像拄啊美国国务卿就讲，布林肯就讲 ，WHO 无邀请台湾参加，无迄个正当的理由啊。是，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今年有3种方式吼，今仔日可能今仔日暗时这个邀请函，这个秘书长这个部分应该是无，但是咱还有2条路会当去行吼。啊嘛，望讲头拄这个秘书长讲的，外交部遮嘛，搁要去拍拼一个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欧洲遮、法国遮史上头一摆吼，啊，这个世界医生会遮嘛是共款吼，敢若是中国反对22-1吼，这款这个部分嘛是过去吼毋捌发生过啦吼。啊，小连说咱嘛看到讲吼，布林肯以外啊，过去这个 G7 吼外长联合公报内底嘛是吼啊继续来去邀请台湾来参加到这个 WHA 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台湾伫咧即回吼是会当讲啊过去无遐尔吼影目的这个时阵啦吼，啊若是真正会当接去，可能咱通过这个比例会比过去搁较强吼。咱搁先来请教吼，这个伫咧印度的这个吼大商啦吼，头拄咱嘛讲到吼。啊，过去 WHA 啊 WHO 去做调查时，拢认为这个源头是来自这个中国遮啦吼。啊，咱看讲印度因遮人吼一般的想法是啥物？啊，个印度这个政府共款是毋是支持台湾的？以印度来讲哦，因为咱这几年哦，伫咧印度遮拢有办一个台湾博览会，所以呢，伊直接办一个首都德里遮，所以呢，有较侪人有办法去了解到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文化，所以呢，有较侪人会了解讲，台湾甲中国的无共款。是。所以因即马，你讲来。所以即马台湾人伫遮吼的声量，佮比起来，佮是有较侪人来熟悉咱台湾安尼。啊，伊嘛，阮伫遮，阮嘛找机会去甲印度的朋友讲，台湾甲中国为虾米会无共？虽然阮讲的话拢是讲中文，嘿，所以阮有虾米会无共？啊，即马因为即届疫情吼，即届第2波起来，一般的民众对政府来讲是有较不理解。那比方说，伫咧上个礼拜来讲，德里的情况是较严重，啊，无氧气嘛，无病床的情况之下，所以有的民众就会呼吁讲，为什么政府无出来做代志？啊，政府无出来做代志的情况下，都伫咧用选举的活动，这是一般的民众较无了解的所在。啊，所以我嘛有听到一寡网络的评论有咧呼吁讲，是不是莫迪爱落台的这种情况？是。有影吼，咱看到讲吼，印度吼，伫今年吼办真侪这个选举这部分吼，咱看讲吼，啊，这个本地总理讲吼，哇，我疫情控制甲真好势啦吼，会当讲是伊的这个政绩，但是咱看到讲，为着要选举，互印度吼，这个第几波的这个疫情怎安尼弹开啦吼，啊，头拄啊，这个咱讲吼，这个大商吼派有吼，嘛有讲着讲啊，伫中国吼，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啦吼，弹到这个印度过这个时阵，有一寡这历史背景啦吼，啊，致使咱这个台湾人都爱穿着台湾的这衫，啊，过去吼。台湾遮嘛办真侪这个博览会，互这个印度的人来了解到吼台湾。其实这甲全球吼，咱嘛感谢这个会长啦吼，咱感谢你，咱讲到吼全球这个部分吼，认捌到台湾透过这回这个疫情吼，真正是台湾这个好时机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 G7 会当吼这个外长会议的时阵，台湾的力头是比过去拢搁较吼吹出来这个部分吼，但是也搁受困难，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国内内部的人竟然有人讲。哇，这个其他国家莫安尼吼，伫遐煽动啦吼，台湾可能真做是火药库啦吼，这款的讲法要安怎甲这个全球来一致的，搁叫请这个会长。无啦，我想吼，咱为旧年到今年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防疫吼，这边会使讲全世界拢看得足清楚的啦吼，咱的整个声量啦吼，啊，甲咱在
医疗技术各方面的进步吼，咱即摆确诊的人数吼，即比例足低，死亡率嘛足低啦吼。当然我最近咧讲的吼，就是讲咱最近较爱加油的，应该是咱的迄个注意防下的速度，可能爱小个提悬一个啦吼。因为最近咧开一寡甲国外的会议的时阵，大家拢会吼做好奇讲咱台湾的这个注意防下的速度嘛吼。因为咱即摆吼1%也未够，1%都无够。但全世界即摆差不多是15%啦。全世界已经做到15%去啦嘛吼，你看美国、以色列这拢是6成以上嘛吼，所以我咧想讲，咱即摆这个防疫做了才好，咱来保持。但是吼，这注意防下，若是有这预防下，就咱可能做的速度，咱来更加加速一下吼，安尼才有法度成为一个全世界一个模范就对了。有影吼，所以这个讲到这个预防下的部分吼，咱过去嘛望这个国产这个部分，今日咱嘛看到讲吼国。卫院吼，伫咧立法院嘛去互问到，到底吼，这个核免的，这个也是核准的，这个咱讲预防下这个专利，是毋是会当来开放？但是困难重重，然后继续请教研究员。即摆咱用的超 AZ 疫苗吼，也是咱即摆以后可能有摕莫德纳的mRNA 疫苗内底，伊内底拢是所谓的专利问题啦。专利问题的话，大部分拢是超 AZ 疫苗，就是有伊的。病毒吼，伊一个叫载体的物件，伊是专利伫的。另外是 mRNA 内底，就是毋是 mRNA 本身咯，是 mRNA 要拍时阵爱加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吼是叫脂质的物件。但其实这脂质的物件就目前嘛是控制在后面的手头内底啦。所以即摆吼，美国即摆讲宣布讲要豁免。这所谓专利吼，对咱咧是有好处的。表示讲咱即摆要放的，不管是放还是敢若药啊，共款叫学名药共款的物件，咱会使在疫情紧急的状况时阵，咱会使自行生产 ，OK 来应用。但是咱袂受到都爱个付另外所谓权利金啦，这加出来成本哦，都袂互叫一个厂商吼，袂讲安尼，因为这费用足悬的，我都无爱去做。会使促进咱家己本土的疫苗内底吼。会在发展，这是无问题。是。第二个部分，咱国产的疫苗，因为毋是用这两个方法，咱的用是次单位蛋白质疫苗，这边部分较无受到影响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持最乐观的态度，是讲，朝咱这两间疫苗厂会使做出来了吼，7月底使拍时阵，咱的一寡空窗期就使减少。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所谓的刚才副院长讲的吼，咱即摆拍的施打率吼，因为咱有物件嘛，毋才会使拍。即摆目前上艰苦的是想要拍，开始有意愿增加，但是咱无物件当拍。OK， 所以朝这个会使大家较谨慎一下，会使讲即摆有疫苗咧拍了，紧去拍。而且等这7月底时阵，咱国产疫苗出来时，咱就继续去拍落去。有影啦吼，所以咱讲7月底，这个过去咱嘛伫节目顶讲过啦吼，这个国产的疫苗预防下可能伫7月底就会当然完成吼，但是伫遮进前安怎吼，这个甲空棚数底吼，咱讲31万剂这个 AZ 的预防下，什么时阵佫有其他吼会当长出来吼？其实这嘛是这个全球卫生体系咧讲吼，台湾 can help 内底，咱真正欠一款吼，亲像讲咱的这个排名落后，都是因为咱注意防下疫苗发展较慢吼，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咱讲吼，过去咱会当伫这个防疫遮贡献真济，咱嘛是爱入去甲这个 WHA 去甲咱讲着啦吼。所以咱继续搁请教理事长啦吼，咱即阵疫苗若欠，咱会当去这个WHA 去甲因讲一声无？我想安尼吼，我来讲迄个中国反对台湾最主要的理由伫啥物所在？是，好。我过去伫4、5档内底拢有去参加这个 WHA 大会，中国拢讲，台湾都是中国一部分，中国都是代表台湾人民，所以若讲 SARS， 阮拢帮赞台湾，这是一项。OK。第二个，中国的理由就是讲，1972年联合国通过一个议案，叫2758号。2758号内底有讲，中国讲啦，伫卫生大会讲这个内底就是讲中国都是代表台湾，这个中国伫联合国的代表处就是由中国伫北京的人民共和国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是。我伫现场听到足袂爽的，因为2758号我要未去参加时，我就去看讲2758号。1972年2758号通过迄个议案呢，决议案就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蒋介石安尼尔。伫联合国的设处，甲联合国所属的这附属的机构，但是2758并无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人民，是，啊嘛无讲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拢无提起到这代志，所以中国你讲白贼啊。OK， 啊，所以因为安尼关，我过去一直甲美国国会议员、甲日本的国会议员、甲欧盟的这国家的代表讲，28号是无讲中国会当代表台湾，啊嘛无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所以一个月前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就通过一个共同的决议文，讲2758号，是无讲中国代表台湾，是，所以台湾有权利参加 WHO，啊，所以布林肯讲得足清楚的，是啊，所以我希望讲外交部过去拢不爱讲2758号，所以我希望讲联合这个外交部啊，咱的总统，蔡英文总统会当公开讲，咱台湾。2350万的人民，大部分拢希望从台湾的名加入 WHO 联合国等等，啊，台湾会当帮助世界，像讲疫情啊，咱台湾做得足好的啊，吼啊，所以因为安尼关系，剩这个2礼拜就要开 WHO 的大会，我希望外交部搁一遍呼吁外交部蔡英文总统会当甲美国、日本、欧洲这个国家、甲G7的国家伫这个执委会所在会当。替咱讲话，因为这会人家大国啊，讲话是这个谭德赛这个秘书才会听啦。是，我希望讲台湾会当这边人受参加院长啦是恁这专家拢会当去参加。我以上补充啦，咱的疫苗的代志我唔是这方面啦所以你甲问这些是应该请这两位这两个专家学者来讲啦好，感谢所有来宾，感谢大家。